Hello，大家好，我叫阿傾啊。今日呢過嚟到服務行政中心，中山個博覽中心嗰個位置，幫業主交契稅，交咗4套契稅。呢啲業主全部都係同我買噶啦，咁呢啲都係我個售後服務之一啦。今日呢，趁住呢個時間拍條視頻，同大家講解下，契稅要交幾多，同埋交契稅要準備咩資料，點樣喺手機上面交契稅，一條視頻同大家講清楚。交呢個契稅呢，係同你間屋個面積有關係嘅。第二就係同你手上而家有幾多套房有關係嘅。交呢個契稅亦都係辦房產證嘅前提啦。如果你要辦房產證，就必須要交呢個契稅啦。喺二手房買賣嘅時候呢，除咗契稅，仲有一個增值稅同埋個稅嘅。咁亦都會聽到一啲滿二為一、滿五為一呢啲嘅名詞啦。咁依家呢個契稅呢，就會影響到以後你二手買賣賣出嘅時候要繳納嘅費用啦。好多朋友會問，我間屋冇增值喎，反而蝕咗錢或者跌咗喎，咁要唔要交呢個增值稅呢？其實呢個屋有冇增值，要唔要交增值稅呢？只要係睇呢個交契稅嘅時間到你賣出嗰個時間啦。呢個增值稅只不過係一個稅名嚟嘅啫。即使你收咗樓住咗10年，你唔交契稅唔辦房產證呢，始終唔計時間嘅。呢個滿2為一、滿5為一，即係滿2年或者係滿5年啦。滿2年嘅情況下呢，就唔使俾嗰個增值稅；滿5年嘅情況下呢，就唔使俾嗰個個稅。以前個增值稅呢，如果你唔滿2年啊，你係俾5.3嘅。咁2015年年底嘅時候呢，12月31號嘅時候就出咗個新嘅政策，就係嗰個增值稅減咗，係依家係3%，即係3個點啦，就唔係5.3啦。即係不滿2年嘅情況下，交易都係3個點，以前係5.3嘅，係比較高㗎，個稅就1個點。所以買完樓記得盡快交呢個契稅嚇。咁交契稅上面可以手機上面交，亦都可以嚟到呢個中山市博覽中心北二門呢個位置就可以現場交嘅。但係你過嚟到現場嘅情況下呢，一定係喺手機嘅雲預約提前預約攞後嚇。如果唔攞後嘅話，過嚟到冇嗰啲票嘅話，你就白走一趟噶啦。好，交契稅要準備咩資料呢？第一個你就要去發展商嗰邊攞嗰個房屋全額發票，嗰個全額發票呢係用收據過去換嘅。有啲發展商係唔使攞收據，直接俾佢睇就得啦。有啲發展商呢係要將呢個定金收據同埋嗰啲首期款嘅收據攞過去俾佢財務嗰邊，會兌換一張房屋個全額發票嘅。第二樣就攞個購房合同嘅同時呢，仲有不動產登記證明嘅，咁同埋合同一齊攞啦。第三樣嘢呢就係身份證、回鄉證。第四樣嘢呢就係有嗰份稅務證明購置事項承諾書啊。呢份嘢呢係來到博覽中心呢邊服務行政大廳攞，或者你係有電子檔，好似我自己，我有電子檔嘅，我直接自己打印出嚟，按照上面嘅要求。按照自己嘅情況，一套定係2套，身份信息填晒落去，咁就影相就可以直接手機上面操作啦。好啦，如果係內地嘅朋友結咗婚嘅，要攞結婚證、戶口本，港澳嘅朋友就唔需要啦。咁而家同大家講下喺手機上面點樣操作先。手機首先要打開嗰個粵稅通，喺微信上面搜索粵稅通3個字，然後點入去就要做個登錄啦。然後點開個登錄，登錄上之後呢，往下面拉，呢個界面有個房屋買賣嘅。點開房屋買賣呢，就點個有個溫馨提示，你點允許啦。咁然後就選擇中山 ，OK， 中山嘅選擇中山。咁如果係一手房，你就要選擇增量房；如果係二手房，你就選擇全量房嚇。咁呢個界面就點增量房 ，OK， 然後再落到第2頁。咁下一步嘅情況下呢，有個自行申報或者係代理申報。有啲如果係俾 agent 幫交嘅話，就 agent 自己就會點嗰個代理申報噶啦。如果係自己交嘅，就點嗰個自行申報，就要填個身份信息身份證去選擇。如果香港朋友呢，選擇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同埋嗰個 number， 仲有一個電話號碼呢。有啲港澳朋友係收唔到驗證碼嘅呢個地方。有時候要收得到，睇個人情況啦，因為佢手機個網絡唔同嘅就唔一樣，咁就可以叫內地嘅朋友幫手辦理，或者係翻到內地嗰邊
揾個內地嘅朋友嘅手機幫手點呢樣嘢，收個驗證碼就 OK 啦。咁下面第三步就填嗰個合同，嗰個購房合同嘅編碼，上面每一個合同左上角、右上角都有個編碼嘅，包括嗰個不動產證明嗰度都有個編碼嘅。填完嗰個合同咧，就點擊查詢，佢就會出現嗰個合同上面就會出現你個房屋嘅信息喺邊度，有粒星星嗰啲佢會自動同你填好噶啦。往下面拉咧就會有個買賣係屬於買賣嘅，如果係一個名咁啊，直接選擇個單獨所有 OK。第五步呢個位置咧就有個添加家庭成員信息嘅，即係如果你有結婚嘅，咁填埋老婆嘅名同埋嗰個一樣佢嘅身份證嘅號碼。咁如果有未成年18歲子女嘅話，咁填埋你個子女嘅信息入去，一樣係身份證啊。OK， 填完之後就會落到下面仲有個星星可以選擇嘅，即係家庭嘅套次有一套房唯一定係為第二套，咁佢選擇你自己嘅情況選擇啦。呢啲每個人都唔同，有啲人可能買咗2套，有啲人買咗3套咁嘛，咁就選擇呢啲。已婚就選擇已婚，未婚就選擇未婚。OK， 點確認就去到第6步啦。第6步呢度咧，好多人都唔知道點選嘅，有啲是有啲否。除咗呢個是否提供購房發票呢個點是，同埋是否使用購資承諾制呢度點是，其他全部點否。OK， 其他全部點否。再下一步咧，呢個有個售售。而家有啲人係點唔到售一售嘅，咁直接點個發票編碼呢度填上你嗰張房屋全額發票，右上角咧佢係有一串編碼嘅，你直接填入去下面，再點下佢自動形成個發票代碼同埋發票號碼嘅，咁就直接下一步啦。填好之後就可以選擇下一步。下一步咧就係上傳呢啲信息啦，就你要準備啱先講我朋友要準備嘅嘢，內地朋友要準備嘅嘢。咁就首先嗰啲身份證同埋雙方正反面啦，正面反面啊，上傳上去。最好就如果講嘅話，連埋通行證都上傳埋正反面啦。嗰個房屋發票就係嗰個房屋全額發票啦，就拍照上傳啦。佢上面有個必須上傳呢啲嘢咧，就全部上傳噶啦。還有一個就係房屋購買合同，如果你係有嗰個房屋不動產登記表呢張嘢呢，就唔需要上傳嗰個房屋購買合同啦。如果你係冇呢張嘢呢，你就要將個購買合同前幾頁拍照上傳啦，即係有地址嘅、有面積、有總價嘅呢啲，同埋有簽名嘅，你就前面2、3、6、7、8頁呢啲都要上傳。但係如果你有呢張紙嘅話，你就唔需要上傳合同啦，直接上傳呢張啦，因為上面係有晒你所有信息嘅。咁而家係代辦嘅話，咁你自己就要出多一份委託書，自己簽口字，俾業主簽口字，咁啊2個人撳口手印，咁啊上傳上去，代理人嘅身份信息都上傳。OK， 仲有下面就係必須上傳噶，就稅務證明購資事項承諾書，就係啱先我講嗰個喺服務行政中心攞嘅，或者係自己有電子檔可以打印出嚟，就唔需要走過嚟呢邊攞啦，係嘛？如果某個可以問我攞啦，咁就直接點下一步就完成噶啦，完成就會有個申請回執，有個流水號噶啦，大概等1到2日時間就可以交契稅啦。交契稅呢，你一樣係點翻呢個粵稅通上面，點翻最下面一項個稅費清繳上面就可以支付噶啦，你可以選擇微信啊、支付寶啊、銀行卡啊支付。點完支付之後呢，有時候會即時出嚟，有時候呢可能要1、2日時候呢，就點第4項嗰個電子稅票，就會有一份完稅證明。呢份完稅證明呢，就係交俾發展商嘅，或者你可以下載出嚟 PDF 交俾發展商嘅，咁你就可以辦房產證啦。有呢份完稅證明就可以直接發俾銷售啊，或者係自己攞過去俾佢，或者打印出嚟都冇問題噶啦。好啦，今期內容就到呢度啦。OK，拜拜。如果係有唔明嘅朋友呢，可以歡迎諮詢我啦。拜拜。